Lana，根據我推算咧，屬猴嘅朋友今個月咧係有啲投資機會嘅話，係。不過屬猴嘅朋友今年成年咧投資都係麻麻地嘅運氣，所以今個月都唔例外。我哋勸大家忍一忍手，唔好亂嚟啦。Lana，女士們就講咗啦，男士們係咪咁咧？又係。男士們我睇唔係喎，好好喎，係啊，因為男士們今個月工作運咧係一時無量嘅，直情咧係一個風頭躉啦，同埋咧係要風得風，要雨則雨嘅，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月份嚟嘅。咁啦，財運好啦，事業運好啦，乜嘢都好。咁今個月咧，屬猴嘅女士工作運點樣啊？相當之唔錯嘅喎，其實嚇，公司可能有啲新嘅計劃俾你，另外從商嘅朋友亦都可能有啲新嘅投資計劃。不過雖然機會就係出現啦，但係都要謹慎從事。愛情運又如何啊？唉，男士今個月嘅愛情運就太忙啦，忽略咗另一半啦，所以另一半咧就怨聲四起，跟住咧就六月飛霜嗰種感覺。咁其實咧今個月咧，如果係單身嘅話咧，都係因為太忙，未有機會結識到異性嘅。你睇下 Lana 講到咁，我都完全感受到嗰種氣氛嚇。我都係咁認為喎，女士們亦都係同樣有遇到咁嘅問題，同伴侶嘅關係咧，硬係就係成日出現啲糾纏嘅關係，但係又唔係分手，反正就係有啲一頭煙烏雲密布嘅感覺啦。不過冇辦法啦，唯有忍耐啦，係咪？健康方面有冇啲好消息啊？健康方面咧，男士今個月咧健康問題咧就唔大，不過咧要小心，因為你今個月會好忙，成日走嚟走去啦。咁我哋就話今個月咧你要小心車險嘅，即係車關啦，同汽車有關嘅意外要小心啦。同我個推算一樣喎，一樣係容易有刀傷車險，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一啲